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南土城正统龙女门圣母庙。每一年元宵的抢春牛、甲冲蜂仔炮的活动，拢吸引到大批的民众来朝圣。都爱摄影的民众为着要取得精彩的画面，即摆就开始号位咯。甲这个翕相机的卡架啊，用黏大甲黏伫个桥的花啊面顶，一摆是黏滚啊机。 就有人看袂做哩，翕相铺就忙。讲若是这个黏大铁落来，这个花啊来落擦，是真要赔偿哩。所有人真去做一回，台南土城正统龙女门圣母庙每一年元宵活动抢春牛，所来还有高空烟火，还有一张冲蜂仔炮。 2019年的春牛，这摆烟火表演有100分钟。 透过电脑模拟画面，迄一间活动非常的精彩。不少爱摄影的人为了取得好的画面，即马就伫占位啊。这边是用鱼眼拍，然后整个弧度会很漂亮。庙内有一座桥，这个桥顶是取景好位置，才有规排卡架啊，每一支拢摆好好，有的用锁绑的，有的用加大帘，大家拢会轮流来顾卡架啊。 我们会轮班式的看脚位啊，看到谁累就换。因为有人感觉安尼无好，因为加大一个跳来，可能会去伤到油餐。卡着菜啊，咱还阁拢定整理啊，嘛是无法度啊。庙方困扰兼无奈，虽然欢迎大家来翕上个精彩画面，也毋过用加大黏卡架啊，会使避免就尽量避免。